家好，歡迎收睇財富訊息。Ivan 美股又創新高喎。係啊，不過年初至今跑贏大市嘅咧係一眾傳統嘅經濟板塊，包括能源啦、原材料啦、必須消費同埋工業嘅。反觀過去連續3年跑贏大市嘅資訊科技同埋通訊服務咧，表現就相對比較落後啦。標普500企業咧而家係公布緊舊年第4季嘅業績，呢兩個板塊整體嘅盈利增長咧，事實上都係好過預期嘅。呢個情況咧，亦都反映緊咧投資者對高估值嘅股份咧係比較審慎，資金咧就留翻去一啲估值相對合理嘅股份。係啊，如果睇翻整體標普500指數唔同行業板塊嘅估值，都可以見到估值相對合理嘅，似乎都係一啲傳統嘅經濟板塊。不過話雖如此，人工智能嘅技術發展唔多唔少啦，已經滲入去到唔同行業，幫助到相關公司提升盈利㗎。係啊，好似係金融行業啦。AI 嘅技術咧可以幫助相關嘅企業咧降低翻人力資源嘅成本，提升翻整體嘅營運效率同埋估值嘅。加上啦，受惠財富管理嘅業務增長啦、減息預期同埋監管放鬆，標普500金融行業嘅盈利增長咧，由業績公佈之前嘅預估6.7%去到依家嘅12.2%嘅。Ivan 你啱啱都講到 AI 嘅發展啦，你知唔知 AI 用得最多係咩？係電啊，所以咧喺呢一個同時，亦都帶動咗能源嘅行業，亦都啦帶動埋公用事業呢一啲板塊嘅。因為公用事業入邊咧有一啲核能發電相關嘅企業，唔單止咧係估值相對合理，亦都係受惠到 AI 算力對於電嘅需求㗎。係啊，整體嚟講咧，年初至今咧，資金由美國科技板塊流翻入去其他傳統經濟，又或者係價值型嘅股份咧，呢個都反映緊投資者對高估值嘅股份有一定嘅戒心。投資策略上啦，一方面我哋可以等待翻一啲高增長股份嘅估值去翻一個相對合理嘅水平啦。同時咧，亦都可以分散翻去一啲估值相對比較合理，又或者係具防禦性嘅板塊，例如係金融啦、公用事業、健康護理同埋能源等等嘅。咁其實港股方面咧都有類似嘅情況喎。科技同埋電訊股咧都係比較落後啲。不過中國15規劃啦，將科技自立自強列為核心戰略。預期咧將會為 AI 同埋機械人產業帶嚟巨大嘅發展空間，並且帶動數據中心投資同埋各類創新領域持續擴張。至於高股息嘅電訊板塊，喺內地反內卷嘅政策底下，亦都有望加速行業整合嘅。不過就要留意翻近期內地調整增值稅對於電訊板塊嘅影響，特別係未來嘅派息政策喎。係啊，至於金融行業咧嘅表現就相對比較理想啦。呢個板塊嘅股息啦係比較吸引啦。加上舊年香港 IPO 嘅市場係復甦，跨境資金嘅流入都提升咗咧呢啲行業咧嘅財富管理收入。不過啦，就要注意翻個別嘅股份啦，已經係累積咗唔少嘅升幅啦，要慎防股價咧係出現回吐㗎。整體嚟講啦，恒指目前嘅估值咧係相對比起美股啦，又或者個別亞洲市場為之低，而個別嘅板塊咧，例如係金融、公用事業同埋電訊嘅估值咧係相對合理。至於資訊科技板塊咧，而家嘅估值咧就處於歷史平均值以下嘅，呢啲咧都係可以值得關注嘅板塊嚟㗎。Coco，不如我哋講下債市啊。好啊。踏入2026年，債市發展都變得複雜咗。雖然市場預期美聯儲今年仲有2次嘅減息機會，不過央行貨幣政策出現分化。除咗日本央行加緊息之外，澳洲央行都開始加息，令到債市波動性上升。另一方面，近期格陵蘭事件引發到歐洲退休基金沽售美債，都導致到美債收益率上升，債價下跌嘅。反映到啦，美國國債過往避險嘅角色已經係被削弱。所以債券組合有需要分散去到唔同地區。係啊，除此之外咧，利率風險上升啦，長債嘅價格咧容易受壓㗎。部署債券配置嘅時候咧，除咗要控制整體嘅存續期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分散翻去到貨幣市場啦、短期嘅政府債同埋浮動利率債券等等嘅。整體債市組合嘅信貸級別啦，我哋仍然係偏好翻以投資級別為核心㗎，但係亦都可以適量咁分散翻去高收益債。喺經濟軟着陸又或者溫和增長底下咧，呢個係可以帶嚟潛在嘅資本增值同埋受惠相對比較高嘅收益率。不過啦，高收益債面對嘅信用風險咧係比較大一啲，所以我哋要控制翻嗰個嘅比例。另一方面啦，美金偏弱啦，呢個亦都會有利翻亞洲債市同埋新興債市嘅表現。整體嚟講咧，單一地區又或者種類嘅債券咧，係容易受到特定事件所衝擊㗎。透過分散投資咧，可以降低翻嗰個集中性嘅風險。好啦，今集時間都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